大家好，又係我 Ken，今日咧同大家嚟睇一個 Wetland Seasons Bay 嘅兩房連儲物室單位喎。帶大家去睇下。一入門口咧就係飯廳嘅位置啦。右手邊咧就係有個洗手間。企缸嘅設計，有鏡櫃啊、基本嘢啦、淋浴設備啦。上邊咧就係有個抽風系統嘅。睇埋有一個客房啦。客房就擺咗個單人床啦、衣櫃啦，啱啱好夠擺嘅。睇埋飯廳嘅位置，飯廳啦，佢其實兩邊都做咗電掣嘅，可以呢邊擺電視又得，呢邊擺電視都得嘅。業主咧都係又放咗一啲電視櫃啊、收納櫃咁樣啦。出嚟睇埋露台嘅位置，露台望翻屋苑內園嘅景觀啦，幾清幽嘅，低密度呢度入嚟睇埋個客飯廳。飯廳擺咗個4座位餐台啦，廚房啦開放式。有晒基本嘅發展商跟埋嘅洗衣乾衣機啊、微波蒸焗爐啊、電磁爐、抽油煙機、洗手盤、雪櫃。兩房連儲物室咧，佢呢度係會多一個炒嘅電磁爐嘅。平時兩房咧就淨係得呢兩個嘅啫。由於呢個係極高層嘅單位啊，樓底咧比樓下嘅都係特別高嘅，所以咧佢係櫥櫃咧都係比人哋多一格嘅。入嚟睇埋兩個房啦。呢度嘅儲物室都擺咗個櫃啦，落地玻璃，採光度相當之足夠。主人房相當之光猛啦，佢又放咗兩個單人床，其實就擺一個5尺床啦。呢度係夠擺一個梳妝台啦，呢度擺衣櫃都係夠位嘅。呢一隻兩房連儲物室咧就唔會有嗰啲工作平台啦，慳翻晒啲位喺室內，又實用啲啦。睇完呢個單位咧，如果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，可以帶嚟睇下嘅。